梦瑶、宋青云，你们一个是我未婚妻，一个是我兄弟，居然要杀我！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林长生，怪只怪你身具天级灵脉。要不是只有突破凝气6层，才能彻底养成灵脉，瑶儿与我又岂会与你虚与委蛇？你们就不怕我林家知道吗？你为了保护我，主动引开妖兽，最后身死。就算林家知道了，又能怎样？好了，瑶儿，何必跟这个将死之人废话？杀了他，夺取灵脉，我便能拜星辰宗大长老为师。到时你我两家联姻，灭了林家，丹阳城就是我们的了。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我若不死，必报此仇！没这个机会。等你死后，你的一切荣耀、财富、女人，我会替你好好享受的。大王，灵脉被抽，神魂破碎，又掉下万丈悬崖，就算是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他。明天你便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家，顺便和他们退婚。好。不破不立，破而后立。小玉新生，天地玄黄塔。拜。这是哪儿？这里是天地玄黄塔，我是塔灵。谁在说话？我在这儿。天地玄黄塔乃是开天辟地时诞生的宝物，你神魂破碎，意外激活玄黄塔认主，所以进入了这里。你已经成为玄黄塔的主人，拥有了开启玄黄塔的权利，只要心中默念开启即可。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开启。刚刚是什么？此乃先天至阳灵脉，不但可以自主吸纳天地灵气修炼，还能将灵气转化为纯阳之力，让人同境无敌，越级而战也如吃饭喝水。不愧是神级灵脉，这么短的时间就让我恢复到了凝气期3层。玄黄塔一共9层，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宝物供你修炼。开启下一层需要凝气6层的境界，只要你心念控制，便可以随意进入玄黄塔。原来如此，不过眼下还是要先回家给父亲报个平安。太好了，我现在的实力居然比之前还要恐怖。宋青云、苏梦瑶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果然是纯阳之气。小姐，纯阳之宝能够解决太阴绝脉，只是传说。您贵为中州萧家嫡女，何必以身犯险？依附家族免不了成为联姻工具，非我所愿。派人去查，我要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。是。林剑，退婚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苏萌，我儿刚刚陨落，你就这么等不及吗？废话少说，实力不济还想逞英雄，死了也是活该。你难道还想让我女儿嫁给一个死人不成？梦瑶，你的意思呢？林伯父，虽然长生哥是为救我而死，但人还是要往前看，我不能为了一个死人赔上一辈子的幸福啊！你说得好。林长生，生儿，苏梦瑶，你和宋青云夺我灵脉，碎我神魄，如今又装得楚楚可怜，上门退婚，你这不要脸的样子，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生儿，你刚刚说的可是真的？孩儿不孝，让父亲担心了。苏梦瑶，看见我，你是不是很失望啊？是又如何？
你就算运气好没死，现在也不过是一个灵脉尽毁、神魂破碎的废物。而我已经突破凝气6层，丹阳大比之后便会拜入星辰宗，而你只能在这小小的林家苟延残喘。识相的话，乖乖解除婚约，否则我要你林家鸡犬不留！放肆！胆敢如此欺我林家！来人，给我住手！林浩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才是林家家主。当初要不是你一意孤行，为了一个女人，害我林家高手死伤殆尽，自己落得身受重伤、修为跌落的下场，丹阳城早就是我林家的了。现在你还要为了一个废物，再次把我林家推向万丈深渊吗？还是大长老看得通透啊！我苏家不日将和宋家联姻，而宋上如今已拜星辰宗大长老为师。林家若想苟存，就得学会低头。苏家主说的是，你们欺人太甚！生儿，爹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为你讨回公道。爹，不急，这笔账我会亲自和他们算。笑话！你们父子一个重伤苟延残喘，一个废物修为尽废，哪来的资格在这大放厥词？3日后，丹阳大比，我会当着丹阳城所有人的面，把今日之辱一一讨回。好，既然你想送死，我就成全你。我倒要看看大比之上，你能翻起什么浪花。爹，我们走。云剑，我要是你，就带着这个废物滚得越远越好，不要再给林家找麻烦。生儿，你太冲动了。丹阳大比生死不论，如今你修为尽失，他们真的会杀了你的。放心吧，爹，谁杀谁还不一定呢。主人，你已经突破到凝气6层，可以开启天地玄黄塔第2层了。开启？这是神级功法万物纯阳诀，可用纯阳灵气演化神火，焚尽世间万物，修炼速度是其他功法的100倍以上。太好了，有神级灵脉和神级功法加持，3日后定能一雪前耻。为何如此痛苦？神级功法霸道异常，有洗精法髓之象，自然痛苦。而且功法改移期间无法行动，希望不会出现什么意外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我忘了。嘿嘿。纯阳之气就在丹阳城。丹阳城城主萧雪，他怎么来了？小塔，他怎么了？这丫头乃是太阴血脉，至寒至阴，受你体内纯阳之气的牵引，阴阳互生，寒毒爆发，整个天下除了你，无人能救。可我都动不了。哎呀，没事，他自己会动。哎呀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登徒子，给我死！你干什么？明明是你主动的。混蛋！别生气，大不了我对你负责。负责？你一个凝气修士，拿什么对我负责？赶紧滚！今日之事敢透露半点，我杀了你！好，那个，这里好像是我家。滚！小姐，要不要我去？
算了，此事也怪不得他。如今太阴绝脉圆满，我成功突破金丹期，等主持完丹阳大比，就可以回归家族，今后和他不会再有任何纠葛。好凶的女人，不过我的修为好像突破凝气8级。那是，你们一个纯阳，一个太阴，本就互补，若能经常双修，必定进步神速。双修？算了吧，再来一次他还不杀了我。如今主人你修为突破，正好可以修炼神级功法中的一门功法武技，提升实力。不错，修为已经突破到凝气9层，更是领悟了神级功法中的武技佛怒火莲。苏梦瑶、宋青云，该是你们还债的时候了。青云哥哥，你此时不应该在星辰宗修炼吗？怎么还来参加大比啊？林长生没死，我当然要来斩草除根。神魂破碎都没死，这林长生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城主来了！恭迎城主！起来吧，大比开始。萧伯，你来主持。今日大比共分2场。一为文士，二为武比。文士以星辰杯测试弟子天赋，凡灵脉低于黄级上品者一律淘汰。武比为擂台比试，功高者胜。下面叫到名字的上台准备。萧炎、林动、苏梦瑶、宋青云、林长生。林长生是谁啊？林长生可在？林坚，大比都要开始了，你儿子该不会是怯战不敢来了吧？未战不出，果然是个废物。生儿，你可千万不要来！城主大人，林长生怯战逃逸，藐视大比，这是对您不敬，当全城通缉，以正典刑。林家教子无方，我看也该取缔其3大家族头衔，驱逐出境了。我宋家附议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慢着。谁说我怯战弃权了？是他。哼，林长生，没想到你真敢来。我说过，当日之仇，我会一一讨回。就凭你，等我亲手摘下你的脑袋，看看你的嘴和脖子，哪个赢？怕就怕他一个灵脉断绝的废物，连参加武比的资格都没有。城主大人，林长生明知自己已成废人，还参加大比，分明是不敬星辰宗，理应废其4肢，关进死狱。没错，一个废物也来参赛，岂不是让人笑话我丹阳无人？够了，既然人已经到齐了，那就开始吧。灵脉被废，修为尽失。看来这个林长生骗了所有人。你们面前的就是星辰杯，将手覆盖在上面，输入灵气即可。只要达到黄级，就算过关。这么简单，我来试试。黄级下品淘汰。我来。玄级中品通过。
居然是玄级中品灵脉，未来有望成为金丹强者。苏家要崛起了，恭喜苏老弟了。客气了，小女今后就要靠宋兄多多关照了。好说好说。不错。玄级上品，通过。玄级上品，未来有机会突破元婴期，恭喜宋家主啊！此等资质，恐怕只有林家的天级灵脉才能委压一统。可惜了，听说林长生灵脉尽毁，这丹阳城以后怕是宋家的天下了。这算什么？测试还没结束呢。长生，看着吧，你注定是我踏上无敌路的垫脚石。天哪！橙色，地级灵脉，没想到宋少居然是地级灵脉，难道我丹阳城要出渡劫期强者啊？睁大你们的眼睛，好好看看青云哥哥的灵脉到底是什么等级。红色，是天级灵脉。天级下品，不错。林长生，看到了吗？青云哥哥才是万众瞩目的天之骄子，你一个废物就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我若是废物，那你们这些偷别人东西的家伙又算什么？你没必要跟一个废物做口舌之争，大道争锋，只看结果。好，不愧是我儿，有此壮志，何愁先路不成？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格局，不愧是我丹阳城新一代的领军人。林剑，看到了吗？如此家训摆在眼前，我苏家岂能不退婚？好一个道貌岸然的苏家！不过你们开心的也太早了点儿。啊，难道你还能超越我儿的天级灵脉不成？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林长生，我倒要看看你连灵脉都没有，怎么激活星辰石？他还以为自己是曾经的少年天骄，有着天级灵脉呢。林剑，我劝你还是赶紧带着你这个废物儿子给城主大人磕头赔罪，兴许大人一时心软，饶你林家不死。哼，我儿既然有把握，我林杰又有何惧之？林长生，我很好奇，你到底隐藏了多少？亮了！星辰石亮了！难道传言是假的？林长生没有被废？不可能！他体内怎么还有灵脉？青云哥哥，别在意，不过是最普通的黄级灵脉罢了，跟废物没什么区别。变了，颜色变了，是玄级灵脉。什么？玄级灵脉？不对，又变了，是地级，不是天级灵脉。难道我丹完阳城要出至尊不成？
底是怎么回事？灵脉还能变换不成？黑色，红色之上的还有黑色，为什么我们从未听说过？等等，那是什么？星辰石变成黑色了，谁能告诉我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是神级灵脉。一般人以为灵脉有天地玄黄4个品级，但天级之上还有神级。神级灵脉！好，我儿没有被废，还成就神级灵脉，真是苍天有眼呐！神级灵脉，纯阳至宝。若是你能踏出那一步，你和我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这不可能！林长生，你怎么可能拥有神级灵脉？该死！当初自己明明亲手处理他体内的灵脉，怎么会这样？宋清云、苏梦瑶，你们夺我灵脉，碎我神魂，害我性命，种种恩怨，今日必将清算。你们准备好受死了吗？就算你有了灵脉又如何？短短3日，修为又能恢复到什么地步？我不介意再杀你一次。等等，这测试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难不成你还想说我儿和城主关系匪浅，作弊不成？城主大人自然不会这么卑鄙，但你苏家如今狗急跳墙，要做些手脚，不是没可能。放屁！苏萌，星辰杯乃是星辰宗发放的宝物，怎会出现问题？那这石碑上的裂缝怎么来的？什么？星辰碑居然碎了！星辰碑居然碎了！星辰碑碎了！什么？星辰碑竟然碎了！我就知道，一个废物怎么可能有神级灵脉？怎么会这样？原来是星辰碑出问题了。我说一介凡人怎么可能有神级灵脉？城主大人，星辰碑已经损坏，刚刚林长生所测灵脉算不得数，应该取消他的大比资格。胡说！星辰石断裂，明明是因为我神脉冲击所致。笑话！林长生，你以为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浑水摸鱼拜入星辰宗吗？我告诉你，假的永远真不了。城主大人，这星辰石怕是林家故意损坏，林长生迟到也是为了故意拖延时间，其心可诛啊！此人简直是我丹阳之耻，林家也该同罪论处。林长生，事已至此，你还不俯首认罪？难道怕林家因你除名吗？笑话！城主都没说话，你们几条野犬有何资格逼我认罪？又有何资格除我林家之名？大胆混账！够了！两位家主好大的威风，这城主要不交给你们来做？不敢。小卜，继续吧。武斗开始，第1场，苏梦瑶对战林长生。林坚，就算你儿子侥幸过关又如何？遇上瑶儿，还是抓紧准备后事吧。梦瑶，看你的了。放心吧，青云哥，我这就去把林长生的脑袋砍下来送给你。糟了，苏梦瑶已经突破凝气6层，生儿恐怕不是其对手。没想到这个林长生真敢上台啊！他不怕死吗？传言他修为尽失，苏梦瑶杀他，怕是一招就够了。林长生，今日就取你头颅当做贺礼，恭贺青云哥哥拜入星辰宗。那要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
去死吧！哼！你还不配我拔剑！不可能，林长生不是没有灵脉吗？怎么能一拳击败梦瑶？好啊，原来生儿的实力已经恢复了，怪不得他信心在我。灵脉断绝，神魂破碎，不但没死，修为反而提升。林长生，我不管你有什么机缘，等我杀了你之后，都是我的。林长生，你怎么可能有如此实力？这就是你的遗言？你别得意。就算我不是你的对手，青云哥哥也会杀了你。既然你寄希望于宋青云，那我就先杀他，再杀你。宋青云，上来受死！林长生疯了吧？就算他打败了苏梦瑶，也绝不可能是宋青云的对手。没错，宋青云可是宁气8层，还是天级灵脉，更有星辰宗高深功法加持，他太鲁莽了。生儿，不可冲动，你要报仇，也要先下来休息，养精蓄锐呀。爹，你放心，杀一个宋青云还用不着休息。怎么，林家主这是怕了？都说你儿是年少至尊，我倒是觉得宋公子才是人间真龙，不如让他们比斗一下，看看到底孰强孰弱。城主大人，既然林长生要挑战，我们当然要给他这个机会，不然外人还以为我们处事不公。林长生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给我什么惊喜。准。多谢城主。青云还不上台，可别让将死之人等太久。是。哼，林长生，既然你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不管你有什么秘密，等你死后，都是我的。哼，废话少说，宋青云，新仇旧恨，咱们今日一并清算。就凭你，就算你没被废，也不过宁气6层，而如今我早已突破宁气8层，就算是你爹，在我面前也不算什么。宁气8层，就是你的底气吗？宋青云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，我是什么境界！宁气9层，长生居然突破到了宁气9层。哼，别得意，就算他是宁气9层，依旧不是青云的对手。没错，青云哥哥可是已经拜了星辰宗大长老魏宁海为师，魏长老已将星云剑诀传授给他，有此剑诀，杀林长生不在话下。什么？星云剑诀？星云剑诀，据传此剑诀杀力极大，一剑可开山断河。没错，当初魏长老就是凭此剑诀，以凝气修为斩杀金丹强者，临阵东周。林长生冲动了。林长生，你就算有天大的机缘，今天也逃不过被我斩杀的命运。区区剑诀，就想要我性命，痴心妄想！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，今日就让你尝尝星云剑诀的厉害！花拳绣腿，剑来！给我跪下！
这怎么可能？青云哥哥居然败了！看到没有，我儿子赢了！林长生居然能将全身灵气转化为纯阳之气，难怪这么强。不可能，我儿怎么会败给一个废物？宋青云施展星云剑诀，居然被林长生一招击溃，那在场还有谁是他的对手？你明明没有灵脉，怎么可能凝聚这么强的灵气？白痴！宋青云，你夺我灵脉，碎我神魂，可曾想过会有今日？你要干什么？你难道想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我不成？杀你？那太便宜你了。今日，我要让你也尝尝沦为废物的滋味。住手！林长生，你敢废青云哥哥，宋家和苏家都不会放过你的。星辰宗魏长老更不会放过你。没错，林长生，如果青云受一点伤害，我让你林家陪葬。好大的口气，以为我林家怕你不成？爹，您放心，宋苏两家不过蝼蚁。我就先废了宋青云，洗刷曾经的耻辱。找死！生儿，小心！爹！生儿，当初你母亲被人掳走，爹，我带您去疗伤。为父没能力救她，如今连你都保护不了了。真没想到，宋伯父居然突破了凝气10层。看来今日之后，林家怕是要不复存在了。林长生，我父亲已经突破了凝气10层，如今丹阳城第一高手，我看你如何杀我！都该死！宋毅，要让你血债血偿！这是什么武技？居然有如此恐怖的气息！难道是他准备的后手？可惜凝气9层到10层是分水岭，根本不可逾越。这个林长生太冲动了，罢了，等下让萧伯出手救下他便是。神级武技，火怒火莲，给我去死！一符罕术，这是什么武技？怎么可能这么强？什么？居然一招重伤凝气10层的宋毅！好厉害啊！跨境界击败凝气10层的宋毅，居然只用了一招。没想到林长生居然这么强，该不会真的是神级灵脉吧？这林长生实力深不可测，居然能跨境作战。梦瑶，我们要见机行事了。万一林长生得势，你得凭借当初婚约和他修复关系才是。宋毅，你们一家夺我灵脉，还杀了我爹，今日留你们不得！林长生，我以飞剑传书给我师尊，他马上就到。你敢动我们，今日林家必将灭族！杀人者，人恒杀之，纵有天大的麻烦，我林长生
一剑断之便是。给我去死！放肆！魏长老，师尊，你是宋青云的师尊，你要做我报仇！大胆，敢对我师尊如此说话！师尊，此子杀伐成性，已坠入魔道，请师尊出手灭杀。原本看你是个可塑之才，准备收你当个世剑童子。既然不知好歹，那便灭杀好了。住手！当着本城主的面，不分是非，以大欺小，你当我是你捏的不成？什么？萧城主化解了魏长老的攻击？他不是只有宁气修为吗？看来传言是真的，萧城主的来历绝非寻常。阁下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要与我为敌？哼，你一个金丹9层，还不配威胁我。找死！放肆！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难道要与我星辰宗为敌不成？我是谁，你还不配知道。若星辰宗都是你这种恃强凌弱之人，为敌又如何？极品金丹，这2人我保了，你有意见？想要救你的父亲，就跟我走。杀父之仇，来日必报。师傅，真的要放他们走？这岂不是放虎归山？不然呢？那女子神秘莫测，身具极品金丹，必是大家族子弟。他那胡道人想要杀我，轻而易举。这林长生，算你走运，下次见面我必杀你。圣女，刚刚传来消息，小少爷在丹阳大比上大败宋青云，林间为了保护少爷，被宋一重伤。生儿、阿坚，苦了你们了。要不要属下派人过去灭了星我辰宗？在阿坚身上留有保护，不许担心。继续派人暗中关注生儿即可。大劫将至，希望他能快点成长起来。是。萧城主，我父亲真的还有救？你父亲虽然重伤，但体内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护住了他的神魄，不曾消散。只要带回萧家，便有方法恢复。请城主救我父亲。放心，我既然说了，自然会帮你。萧伯，父亲，我一定会杀了宋家父子，替你报仇。若想复仇，必须提升实力。你天赋不错，我建议你先入星辰宗修行。星辰宗？我与魏宁海结仇，去星辰宗岂不是自投罗网？放心，丹阳大比被扰乱，星辰宗定会重新安排入门考核，而星辰宗严禁同门相残，魏宁海不敢动你。原来如此。不过，萧城主，
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不但实力强，还知道这么多隐秘。叫我小雪就行，我来自中州。天玄大陆中心的中州？没错，天玄大陆共分为5州，东南西北4州皆由中州统御，而中州则由一宗3族掌管，一宗为天玄宗，3族分别是萧、陈、宋3家，而我正是来自3族之一的萧家。你居然是中州萧家的人？你我身份本就天差地别，不过我可以给你时间，等你实力冠绝4州之时，便可去萧家寻我。当真？憨货！小雪，等我实力冠绝4州之后，一定去找你，你等着我！居然说我是花瓶，我偏要靠自己的实力通过入门考核。哎，这丫头真不让人省心。参见宗主。暗中保护好念一，若有意外，提头来见。是。星辰宗不愧是东州第一大宗，仅是山门就如此壮丽。是宋青云，据说他已经被星辰宗大长老视为亲传弟子了。今天来啊，不过是走个过场。唉，咱们没有那等天赋资质，只能靠试炼搏个前程。这位兄台，什么是亲传弟子？你不知道？星辰宗分内门和外门，只要通过第1轮考核，便能成为外门弟子。突破金丹可晋升内门，而亲传更在内门之上，需要有长老看重收徒才行。在星辰宗内也不过100人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兄台解惑。叫我许念一就好。青云哥哥，站在你身边，可比跟着林长生气派多了。那是当然，我可是大长老亲传弟子，将来有机会竞争宗主。如今你我2人都在丹药帮助下突破了凝气10层，下次再见到林长生，定能将其斩杀。青云哥哥，不用等到下次了，林长生也来了。什么？林长生，你居然敢出现在星辰宗，还真不怕死啊！要我死，你们2个还不配。笑话！如今我已是凝气10层，更有天级灵脉，还以为能打败我吗？没有魏宁海，我杀你如土狗！大胆，竟敢直呼魏长老姓名！你信不信？只要青云哥哥一声令下，就会有无数人抢着杀你。想要杀我，那就来吧。我林长生有何惧哉？倒是你们，没有魏宁海护持，屁都不是。找死！诸位，林长生出言不逊，辱我恩师，罪该万死。今日就请大家做个见证，宋某就算触犯规定，也要杀他，维护师门尊严。宋师兄尽管出手，若是宗门问责，我等会阐述事情原委，替你辩解。恶人先告状！我明明看到是你们挑衅在先，如今却倒打一耙，好不要脸！小子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否则我们连你一起收拾。许兄好意，林长生心领了，但不必多说，我平生最见不得仗势欺人。这事儿我管定了，有我在，我看谁敢对你动手。好，好，好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试炼开始，众弟子归位。算你走运，等试炼的时候，我怎么收拾你们？多谢许兄仗义直言。没事儿，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。试炼开始了，我们快过去吧。诸位弟子，今日乃是星辰宗山门试炼，通过者便可拜入星辰宗修行。本次试炼共分3个阶段，第1关升天梯。此天梯乃天级制，共9层，
每一层都会根据攀登者的实力降下威压，凡登临3层者视为通过，请诸位量力而不要自误。这么简单？赵老，我先来试试。我也来。此次通过入门考试，我来试试。好强的威压！4层，不错。青云哥哥，我通过考核了。没给我丢人。区3层而已，有什么可骄傲的？有本事你上去试试啊！说大话算什么本事？上就上，你给我看好了。这个许念义到底是什么妖孽？连上6层，传闻星辰宗已经数10年没有新弟子能够登临第6层了。许念义怕是要一战成名啊！第7层，星辰宗已经整整100年没人能够踏足第7层了。我星辰宗要发达了！怎么样？你服还是不服？不过7层而已，看我的！什么？宋青云居然直达6层，这比许念义还要恐怖！不愧是魏长老的亲传弟子啊，了不得！好，没想到我星辰宗居然一下子出了2个绝世天才，我星辰宗大兴啊！宋青云居然还有这般天赋。第8层了，除了上一任宗主，我星辰宗数百年来无人达到过此等高度。宋青云的潜力比我想的还要好。我这一门要崛起了。做得不错。多谢师尊。青云哥哥，你真厉害，就差1层就登顶了，比某些废物强多了。哼，靠着偷来的天赋才勉强走到第8层，也好意思炫耀？林长生何必逞口舌之力？不如让大家看看你这位曾经的丹阳城第1天才是何成色。对啊，有本事你上去试试。林长生，别冲动，这天梯威压非同小可，还是要做足准备。放心，宋青云，今日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击碎你的骄傲，让你明白，你一日不如我，终生都不如我。林长生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有何不敢？怎么，魏长老想违反规矩，对我出手不成？你一个没有灵脉的废物，居然也想参加比试，不怕被天道威压碾碎吗？什么？没有灵脉？小伙子，就算你有修为在身，没有灵脉支撑，也坚持不住啊！你还是快些离开吧。没了考核弟子身份的庇护，本长老就把你当场打死。这，长老不必担心，能不能扛得住，试过才知道。切，不自量力！居然真扛得住！怎么回事？他明明没有灵脉，怎么如此轻松就走上了第1层？想必是借助肉身之力和修为硬扛下来的。等他灵起浩光，就是他的死期。3层了，难道这小子有什么特殊天赋？哼，再厉害还能走到8层不成？5层、6层、7层、快看，林长生登上第8层了！原来我星辰宗
又要多一个妖孽了。还没有灵脉，修为如无根之萍，连登8层，此时体内恐怕早已千疮百孔。届时不用老夫出手，会陨落当场。等等，他要干什么？难道他要上第9层？林长生，不可，快下来！第9层威压比前8层加起来还要强10倍，我刚接触便已重伤，凭你还想踏入？真是自寻死路。你说什么？9层，林长生居然达到了9层，引动龙凤齐鸣。我星辰宗除了开派祖师以外，再无人做到啊！没想到真让这小畜生成功了。齐云哥，这下我们怎么办啊？9层呀，不可思议！这是什么？这令牌里面蕴含天道之气，配合先天灵脉，可助人成就天道金丹，自带天道威压。居然还有这种好东西，来的不亏。真的登顶了，9层啊！林长生真的登顶了。好啊，好啊！我星辰宗必将因此恢复上古荣光。该死！必须趁他尚未成长起来，将其除掉。不可能，他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登临绝顶？会不会是天梯出问题了？笑话，天梯可是天级至宝，岂会出错？天梯不会错，那错的一定是人。宋青云，你什么意思？林长生，你能登顶，不是因为你实力强劲，而是因为你没有灵脉，感觉不到天梯威压。之前种种不过是你装的罢了。没有灵脉，怪不得这么说，他真是。原来如此，我竟差点因此铸成大错，成了星辰宗的罪人。我宣布取消林长生试炼资格，驱赶出境。孟长老，林长生，这一下我看你怎么活着走出星辰宗。等等，既然他能招来龙凤异象，可算其通过第1关，免得人家说我星辰宗不讲道理。师尊，不可！你在质疑我？以魏长老看应该怎样？就给他个机会，参加下一轮试炼。若是表现得好，就留在宗内做个杂役；若是失败，就逐出宗门。也好，依魏长老所言，桂宁海居然会帮我说话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接下来我要小心了。师尊，您为何要帮那个废物说话？蠢货！若他现在离开，万一逃走了，这茫茫道路再找起来可就难了。第2阶段试炼开始前，你已经与外界完全隔离，你在其中将其灭杀。还是师尊想得周到，弟子定将他永远留在秘境。通过第1关的，便是我星辰宗外门弟子。接下来第2关将在小秘境中进行，其中灵气浓郁，谁若能结成金丹，便可进入内门修行，好生把握机会吧。林长生，我在秘境中等你。你可千万不要贪生怕死，不敢来啊！爹，今日生儿，就先为您讨回一点利息。这么倒霉，刚进来就被偷袭。这些妖兽居然是灵气幻化，确实是凝结金丹的好地方。不错，此地灵气浓郁，正好适合你成就天道金丹。说，林长生在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。杀了吧！住手！没
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林长生，你快走，不要管我！聒噪！一起上，杀了他！你就是我的亲信，等我当上宗主，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是。我来杀你！不可能！你我修为相同，怎么可能实力差我这么多？这就是你的遗言吗？林长生，你敢伤害青云哥哥，魏长老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林长生，别冲动，秘境即将开启，到时候外界能够看到这里的情况。你杀了宋青云，以魏宁海的性格，定会将你击杀。秘境开启，灵气倒灌，诸位试炼者把握机会，凝结金丹。秘境开启，同门禁止私斗。林长生，你敢动我，就是你的死期！宋青云，今日饶你一条狗命，我会让你亲眼看看，你引以为傲的一切被我通通击溃。林长生，我们之间的事情不算完。刚刚多谢你救我，是我连累了你，我帮你涂药疗伤吧。不用啊，都是兄弟，害羞什么？你是女的？对不起，我刚才我不怪你。秘境开始了，快结丹吧。梦瑶，快服下丹药，借助这股灵气速速结丹，然后再去报仇。好。金丹出，钟声鸣。钟声越多，代表金丹品级越高。可惜苏梦瑶只有一声钟鸣，是下品金丹。是许念一，中品金丹，天资卓绝啊！好，不愧是我魏宁海的弟子，7声钟鸣，上品金丹，整个星辰宗也只有开山祖师才有此等天赋。哼，没有灵脉还妄想结丹，痴人说梦。如今我们已成金丹，有的是办法杀他。这天道威压，金丹9响。这是传说中的天道极品金丹，是谁？明明已经结丹，
为何我却察觉不到金丹的存在？你的金丹可是由神级灵脉和天道之气凝结而成，也和血肉融为一体。原来如此，那我现在应该能开启天地玄黄塔第3层了吧？当然。这是流云灵髓，你吸收之后可以强化神识，抵抗神念攻击，弥补你神魂不足的缺点。另外，还能大大增强你的悟性。我居然能够看清这世界灵气流转，太神奇了！不但如此，还能让你在元婴之前修习神魂攻击。可惜现在没有合适秘法，你可以去星辰宗碰碰运气。好。秘境马上就要关闭了，林长生不会在秘境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我看他8成是没有突破金丹，不敢出来了。没错，天道金丹只是传说，从未有人成功过。你们认为一个连灵脉都没有的废物能够成就天道金丹？以前没有，那我便做这世间第一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在他面前，我感觉我的修为要滑落了。天道威压，林长生居然真的凝结了天道金丹！恭喜你，林长生！住手！魏宁海，你想厮杀星辰宗弟子吗？大胆！竟敢直呼魏长老名讳！徐念一，我师尊不光是星辰宗大长老，更是执法堂堂主，当然有权处置他。你若多管闲事，小心以同罪论处。好一个执法长老，宗门就是让你如此秉公执法、排除异己的吗？徐念一，我念你天赋不错，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。只要你入我门下，我可保你今后无忧。想让我拜你为师？哼，你还不配！好，那你就陪他一起死吧。徐姑娘，你不必为了我得罪这些小人，我自有办法。只要有我在，星辰宗的事情我就要管。好大的口气！你一个新入门弟子，也敢妄言要管星辰宗的事？我家的事，我凭什么不能管？你家的事？笑话！难道你以为自己是宗主之女不成？徐念一，宗主自多年前灵位受命开始，一直管理宗门，未曾懈怠，更是从未有过女人，又哪里来的女儿？好啊，大逆不道，还敢冒充宗主之女！我看你们两个分明就是一丘之貉，进入星辰宗定是图谋不轨。你们2人年纪轻轻，包藏祸心，为了星辰宗，本长老留你们不得，这就送你们一程，黄泉路上做个伴吧。魏宁海，也给我住手！你又是什么人？竟敢阻挠大长老清理门户？难道是他们的同伙？我就说林长生怎么敢自投罗网，原来是找到了新靠山。不过在星辰宗，我师父就是天，谁来也不好使。住嘴！魏宁海参见宗主。什么？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启禀宗主，魏长老发现林长生混进星辰宗图谋不轨，正欲处置。胡说！明明是你们嫉妒林长生天赋卓绝，因为与他有仇，就准备公报私仇。哦，宗主千万不要听他胡说，此2人完全是一丘之貉。我师父这是在为宗门清理毒瘤。放屁！我要是毒瘤，那我爹是什么？自然是破入烂疮的大毒瘤，还能是什么？爹，你看他，你的门人弟子说你是破入烂疮的大毒瘤。爹，宗主，真是你女儿，我为何从未听说？难道我什么事情还需要向你汇报不成？
林长生既已通过试炼，就是我星辰宗弟子，你对其出手就是犯了门规。先取消你执法堂堂主的身份，后生反省。谨遵宗主之命。爹，魏宁海触犯门规，你怎么就轻易饶了他？魏宁海实力不容小觑，当下是4州大比的关键时刻，不宜和他发生冲突。至于他，也看着安排就是了。多谢宗主。我并未察觉到此子的金丹波动，您真认为他是星辰宗未来的希望吗？天道金丹不会出错，但心性是否纯善，能否担当大任，还有待考察。有流云灵髓，再加上星辰诀辅助，我的神念已经能够凝为实体，而且修为也突破到了金丹6层，可以开启天地玄黄塔第6层了。天野重头，这是神魂武技，可以看穿世间一切事物的本质，更能洞穿10境之内对手修为以及进攻破绽，乃是上古一位无敌者的传承。入门仪式开始了，只要拜得名师，我在星辰宗就算彻底站稳脚跟，报仇有望了。师尊，弟子们都已经到了。根据门规，每位弟子都需要有长老领路，凡没有被长老收徒者，自动驱逐出宗门。下面我宣布，星辰宗入宗仪式开始。林长生，我带你去拜孟长老为师吧。孟长老心性诚和，定会接纳你。弟子林长生拜见孟长老。林长生，不是我不想收你做弟子，只是我实在不知该如何教导你。你还是拜他人为师吧。弟子林长生，弟子林……林长生，你没有金丹，就算侥幸混入宗门，也逃不脱被赶出去的命运。放心，等你踏出星辰宗的那一刻，我会亲手斩下你的头颅，了结你的痛苦。师尊，还请您下令驱逐林长生。既然没人愿意收你做弟子，那本长老就宣布将你驱逐出星辰宗，永世不得收录。就算我不能在星辰宗修行，宋清云、苏梦瑶，你们欠下的债，我也会让你们血债血偿。慢着，谁说没人收林长生做弟子了？陆老，哼，居然是这个看大门的老废物！老废物收小废物，难道是为了给宗门看门不成？哼，陆晨，你要与我为敌，收林长生为徒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只不过你那点微薄的修炼资源，连自己都养不活，更别说指导这个小废物修行了。这就不劳为大长老费心了。小子，你可愿拜我为师啊？弟子林长生拜见师尊。好，林长生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呢就是个看守山门的长老，在宗门内受尽排挤。你拜我为师，会比现在受的屈辱更多。你还愿拜我为师吗？弟子愿意。弟子不在乎屈辱和危险，弟子只怕报仇无门。好，不愧是我看中的弟子。既然如此，为师就给你上第一课，该还手时就还手，还不把修为亮出来，让这群眼瞎的人看看你的资质如何逆天！老不死的，我看你是喝酒喝糊涂了吧？星辰宗上下谁不知道林长生没有金丹？
还让他显露修为，难道是这脸没丢够？自取其辱罢了。师尊有命，不可不从。今日就让你们这群瞎了眼的人好好看看，到底谁才是小丑。这是金丹6层，林长生，你藏得好深呐！这怎么可能？林长生3日前才突破金丹，仅仅3日，怎么可能成为金丹6层修士啊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。如此逆天资质，这个弟子我收定了。谁也别和我抢，这个弟子一定要拜入我的门下。都给我住嘴！林长生，以前我们之间有些误会，如果你愿意拜入老夫门下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师尊。魏长老，弟子已有师尊，更何况，就算我还未拜师，也断然不会拜入你的门下，和你同流合污。好，好，好，希望你别后悔。此处灵气浓郁，今后你就在此修行吧。多谢师尊。这次拜师，你彻底将魏宁海一脉得罪死了，今后啊，要更加小心才是。师尊放心，他们就算不找我麻烦，我也不会放过他们。哦，宋青云和苏梦瑶当初夺我天机灵脉，又杀我父亲，只可惜我目前实力不够，还无法报仇雪恨。1个月后就是年关大典，若想复仇，可在大典提出生死斗，只要双方同意，宗门也无权干预。不过，宋青云拜入魏长老门下，修行资源不会少，到时候……师尊放心，我有信心堂堂正正击杀他。哦，这是100颗上品灵石，你可以去玄天阁拍卖会碰碰运气。师尊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哎呀，拿着吧。除此之外，为师也给不了你其他灵丹妙药、功法武技，想要提升实力，还要靠你自己。弟子一定不会辜负师尊厚望。师尊，您的伤……无妨，当年清除魔教师留下的暗疾罢了。你觉得这个小师弟怎么样啊？资质绝佳，品德良善，自然没话说。不过您既然已经决定收林长生为关门弟子，为何不公开身份，让其有更好的修炼环境和资源？他纵然天资超然，韧性十足，但复仇心切，想要成才，还需要多加磨砺。林长生，这血渊尺虽说可以吸食血肉助其修炼，但却会侵蚀心智，沦为他的傀儡。黑红血光，重尺无锋，这莫非是上古10大先天至宝之一的血渊尺？没想到今日血渊尺居然显身于此。放心吧，我能控制。当然，因为死人是没有机会成为傀儡的。杀人夺宝再正常不过，这荒郊野岭，就算你们死了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你们想干嘛？你们难道想违反宗门规定，残害同门？你们还真是贪婪成性。可惜，我早已不是当初的林长生。废话真多，去把他们2个杀了，血渊尺归我，其他的都是你们。小心！他们都是金丹6层以上的修士。
许姑娘！找死！苏梦瑶、宋青云，本想留你们到宗门大典，但你们执意找死，我就成全你们，都给我死！林长生入魔了！梦瑶，快，我们快走！凭我们的修为抵挡不了，快逃！林长生，你醒醒！魔气侵蚀神念，若不及时救治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如今之计，只能施展秘法，唤醒他的神魂，才有一线希望。林长生，给我醒来！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地狱。你被夺灵脉，神魂破碎，早就死了。之前的种种不过是黄粱一梦。你胡说！还不肯接受现实吗？你这辈子都没机会找我复仇了。死！生儿，你是要杀了为父吗？你不是说过要给我报仇的吗？父亲，我……林长生，你和我天差地别，这辈子你没资格再见我一面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林长生，我的灵力要维持不住了，你如果再弥留心魔，我们都得完蛋。这是许姑娘的声音，不对，这是心魔。我还没复仇，还没救父亲，还没去找萧雪，我不能死！心魔破！许姑娘，你魔气入魂，是这丫头用秘法帮你，不过她因为透支灵气，将要陨落。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她？轩辕池吸收了那10个金丹修士，如今你修为暴涨，已经达到半步元婴，可以开启玄黄塔第5层了。其中的天灵果有逆天改命之效。林长生，你终于克服心魔了。
青云哥哥，林长生那个废物应该回不来了吧？他被魔兵控制心智，就算回来也是邪魔外道，天下人皆可诛之。他已经对我们没有威胁了。林长生，你没事？宋清源，你高兴得太早了。你们二人违反宗规，围杀我和念一，这笔血债我若不回来，如何让你们偿还？你胡说，分明是你被轩辕尺侵占先神，对我们出手，还掳走了许念一，现在居然倒打一耙！废话少说，今日我来此就是为了找你们算账。宋清源，正好今日宗门大典，我向你提出生死斗，你可敢接？生死斗自然没问题，但对付魔头，我们向来不喜欢单打独斗。诸位师兄弟，林长生被血渊尺侵蚀沦为妖魔，我星辰宗乃正道门派，当除魔卫道，今日也随我诛魔，诛杀魔物，光复正道。过线者死！诸位师兄弟，今日我只找宋青云复仇，还请你们不要自误。放肆！敢在宗门大典捣乱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宗主也不敢说什么。哼！是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当着我的面杀我师弟。什么？林长生是宗主的师弟，那岂不是说陆晨是我们星辰宗的太上宗主？还不算糊涂。参见太上宗主。师尊，既然林长生找死，我不介意成全他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弟子。放心，星辰宗实力为尊，无论是谁，师尊都会替你撑腰。既然双方应允，那就签生死状，外人不得干涉。宋清源，你夺我灵脉，碎我神魂，害我父亲，如今又围杀于我，新仇旧恨，今日一起清算。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没想到宋师兄居然短短1月时间又突破了，如此修为，就算林长生有神兵在手，估计也不是对手了。哼，这就是你的底气吗？林长生居然也是金丹8层。9层，10层大圆满。短短1月，林长生居然在资源匮乏情况下修炼到金丹10层。看来今日无论如何也要除掉这个隐患。10层又如何？不过是通过血渊尺得来的修为，如此虚浮的灵气，怎么可能比得过我实打实的修为？今日我就以下罚上，看招！林长生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真想伤了星云哥哥不成？签了生死状，生死自负。现在后悔已经晚了。林长生，
你与宋青云都是同门，做事要留一线。留一线？那么请问魏长老，若今天败的是我，你还会出面劝阻吗？你当真要把事情做绝不成？魏宁海，当初若不是你在丹阳城阻拦，我报仇又何须等到今日？你作为宋青云几人的靠山，今日我也有笔账要和你清算。就凭你，一个毛都没长齐的雏鸟，也敢和我叫板？魏宁海，你果然突破到元婴了，难怪有恃无恐。不过今日有我在，容不得你以大欺小。居金丹也想抗衡元婴，你若阻拦，我不介意给星辰宗换个宗主。师兄，还请退下。今日我要亲自手刃仇敌，为我父亲报仇。小子，这个是你自己找死，我就先杀了你，然后再把宗主灭掉。我看整个星辰宗还有谁敢违逆我的命令？就怕不能如你所愿了，受死！啊！你居然是半步元婴！我还真有点后悔，当初没有直接毙掉你这个小杂种了。不过区区半步元婴就想翻盘，做梦！魏宁海，若你的本事只是如此，今日便可以陨落了。狂吗？长生，小心！佛怒火莲，去！你怎么会这么强？想知道答案，去下面问阎王吧。林长生居然夸大境界杀了魏长老，那我岂不是也要被清算了？你要干什么？讨债！你非我丹田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穆瑶，快带我走！只要我们能逃出去，一定有办法报仇雪恨！报仇？报个屁！长生哥哥没有杀你，你应该感恩戴德，居然还想着报仇，真是不知好歹！穆瑶，你住嘴！再敢叫我梦瑶，我亲自杀了你！长生哥哥，我之前都是被苏青云给逼的，他用苏家全族的性命要挟我，今后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，你想做什么都行。苏梦瑶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敢背叛我！你给我闭嘴！我的性命一直都是向着长生哥哥的，只不过迫于你的淫威，才不得不屈服。长生哥哥，您看，你还真是个墙头草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自废修为，展示一下诚意吧。啊？什么？自废修为？还要我帮你吗？不用。不。林长生，你最好杀了我，
否则我一定屠你全族！杀你太便宜你了，我要留着你，让你亲眼看着我覆灭宋家。天一情况已经稳定，很快就能苏醒。倒是小师弟你今后有何打算？我和一个姑娘有过约定，等到实力冠绝4周后，便去中州找她。如今我还要继续提升修为。如此也好。再有半年，便是100年一届的4周大比。往年我星辰宗都是垫底，如今有了你，也是时候翻身了。这次大比地点就在我们星辰宗，只要能够夺魁，便可获得天玄丹，可以用来突破渡劫期。师傅，参加4宗大比的弟子实力如何？大部分都是元婴6、7层境界，也会有元婴8层以上的妖孽，所以你想要夺魁没那么简单。子定会努力修行，为师门争光。我观你功法传扬至刚，我早年游历大陆时曾发现过一处天级异火，你可以前去尝试收服，若能成功，想必实力还能再上一层楼。这是位置的地图。长生，万事不可强求，失败也没什么。正好，你的万物纯阳诀可以吞噬异火来提高修为。你这个便宜师尊还怪好的嘞。知道了，师傅。哎，这位置好像就在丹阳城附近的紫云山脉。既然如此，有些账也该收了。天级异火就在这附近了。给我快点儿！要是耽误了城主大人定下的工期，都吃不了兜着走。苏蒙，你混账！当初说好放过我们林家，你却出尔反尔。废话少说，若不是寻找诱惑，还需要你等做引子，整个林家就鸡犬不留了。只要我林家有1人没死，这300多口的血债，迟早要找你一一讨还。区贱奴，还敢出言不逊！我看你是找死！找死的是你！林长生，你居然还敢回来！正好抓了你，让你们一家人整整齐齐的给我在这里当奴隶。我林家300余口有何过错，竟遭你灭族？今日我定要讨个公道！我可是丹阳城之主，我儿更是星辰宗亲传弟子，你一个废物，凭什么说此大话？你儿子如今已沦为废人，恐怕不能再帮你为非作歹了。胡说！我儿乃是天级灵脉，少年至尊，来人，将其拿下，交付星辰宗发落。少年至尊，你来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林长生，我求求你杀了我吧！我不想再被关在那奇怪空间等死了。青云，儿子，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这到底出什么事情了？父亲，我小儿被林长生废了。林长生，你竟敢废我儿修为，你就不怕魏长老问罪于你吗？魏长老，就怕他现在也没办法问罪于我。
我师尊已经被林长生斩杀，神魂破灭。什么？那我宋家岂不是没了靠山？城主，您别灰心，别忘了，我们现在可是在帮天魔教做事。对，天魔教指使我们在此处开山挖矿，找寻异火，一定会替我们出头的。天魔教，天魔教是天玄大陆的魔教，曾在中州掀起腥风血雨，最终被天玄宗镇压，流落到我们东州了。天魔教中实力极强，人人金丹，领头的圣女更是元婴强者。哼，元婴不足为虑。自古正邪不两立，你们为了一己之私投靠魔教，迫害人族，便是叛徒，当诛！大胆！我天魔教的奴仆，岂是你说杀就能杀的？这小子阻碍我们寻找异火，你可不能放过他们啊！小子，你想怎么死？异火乃天地至宝，有能力者得之。我今日就是来此收取异火，顺便解决掉宋苏两族旧怨。魔教若想插手，我不介意顺手灭了你们，匡扶正道。狂妄！林长生，你敢对魔教大人如此说话，当真不怕死吗？林长生，这里可不是星辰宗，没有宗门庇护，我们这么多人想杀你，轻而易举。死到临头你还惦记异火？林长生，你废我修为，迫使我沦为废人，好在上天有眼，恩怨有报。你得罪了魔教大人，今日就是你魂飞魄散的时候。让我魂飞魄散，就凭他们土鸡瓦口，还不配。找死！金丹不是我的对手，去叫你们那个藏头露尾的圣女出来，我倒要看看天魔教圣女有何本事。林长生，几日不见，你修为又有所精进啊。参见圣女。一群废物，连林长生的衣角都没有触碰到，留你们何用啊？苏梦瑶，你怎么能成为天魔教圣女？那还要多谢你了呀。哎呦，没想到还是个漂亮的小妞儿，是可惜修为未备，没了双修的作用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玩完也没用啊，杀了吧！神俱死，诞生纯正魔气。从今以后，你将是我天魔教圣女了。记住，我叫魔尊。魔尊？林长生，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，都是因为你。我也得感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的实力也不会提升如此之快。给我上！谁能杀了他，今晚谁就可以上我凤床。来吧，成为我的养分吧，与我融为一体。女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为父怎么动不了了？
父亲，别害怕，我只是借你们的全身血肉精华一用罢了。放心，很快的，没有痛苦。我的兄弟，梦瑶，你不得好死！爹！女儿，我是你亲爹啊，生你养你，你怎么可以如此对我？你也配当爹？我在你眼中不过是一个可以用来联姻的工具吧。当初把我推给林长生，后来又卖给了宋青云，你也配做我爹？不过你安心去吧，我会给你报仇的。我说过，我会用你的血来祭奠他们的。哼！元婴6层，如果这就是你的倚仗，那么你今天要失望了。你是不是忘了，我可是天道金丹，天道威压！我的修为怎么会变成元婴1层？任何对手在我面前都为同进作战，而我同级无敌。说，还有什么遗言？林长生，想杀我，你休想！长生，快救我们！我们还不想死啊！苏慕瑶，你放了他们，他们都是无辜之人。无辜？自从你我为敌之后，他们注定无法抽身事外了。记住，他们都是因为你而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为了收复天极异火准备的血阵，在场的这些人血肉和灵魂都将会成为大阵的养料，等事成之后，就是你林长生的死期。苏梦瑶，残害众生，天道不容。今日我替天行道，替众生除魔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此阵已成，非渡劫期大能不可破。你就在这儿眼睁睁地看着我吞噬异火吧！这阵法就是你的倚仗，那你可要失望了。看我天眼重瞳！找到了，这也是血魔幡。去，我怒火莲。到嘴边的异火居然被他拐跑了！该死的林长生，这个仇我记下了。不错，已经是半步渡劫期的强者了，你也是时候前往中州了。多谢师尊。生儿，师父都知道，你心中有一个一直放不下的人在中州，对吧？师尊，师兄，等我在中州闯出一片天地，一定会来接你们前往中州。你一定要走？我知道你一直和我保持距离，是因为你心中早有意中人。我也知道你心中再没有我的位置。徐姑娘，能叫我一声念一吗？念一，我
不必说了，我会在星辰宗等你的好消息。到时候可要带着那位姑娘一起回来。林长生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介意你喜欢其他姑娘，我只是喜欢你啊。林长生并非池中之物，我们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天意有道，三宗已灭，再覆灭星辰宗，一统东周，我天魔教将大兴于天玄大陆。经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天道喝彩。魔教大举进攻，速速开启宗门大阵，随我御敌！这次去中州找父亲，见萧雪一定要做足准备。如今我修为到了半步渡劫期，可以开启天地玄黄塔第7层了。这是造化玉蝶，其内自成空间，进入之后会有心魔诞生，以此来磨练试炼者心智神魂，有助于你日后度过天劫，感悟天道。夫君，自从我将你接来天玄宗，就再也没有收到过生儿的消息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若琳，你放心好了，生儿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圣女，刚收到消息，公子在星辰宗4周大比，大杀四方，以一人之力击败3宗弟子，夺得魁首，如今已入中州，正在前往萧家，去准备一份最高规格的聘礼。我要去萧家给我儿子助威。圣女，宗主严禁您出入宗门，我帮您打探消息，以经受为礼。宗主那边我会想办法，你只需要帮我准备东西即可。这是天道认可，给予祈福，两人情念已感天动地啊！我的修为在祈福之下竟然连破4层，如今已是渡劫5层。我也到了渡劫4层。怎么什么好事都让林长生赶上？我不服！好了，现在他们两家联姻，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如何度过不久到来的劫难，而不是在这伤春悲秋。大不了就投靠魔教，也好过白白丧命。生儿来了，正好有事要嘱咐你。想必你们也知道天玄大陆劫难将至了吧？听宋家主提过，却尚不知劫难从何而来。这就要说到天玄大陆的本质了。我们天玄大陆本是上界的一块碎片，但上古时期一场旷日持久的仙魔大战中，我人族落败，只能来到这天玄大陆之上，并利用天道设立结界，让上界魔族无法入侵。那之后呢？之后魔族便利用魔气侵蚀人心，也就有了现在的魔教。说白了，魔教就是魔族的傀儡，而我们天玄宗便是仅存的上古血脉，一代代传承，就是为了保护人族残存香火，抵御魔族和魔教。但如今结界逐渐稀薄，魔教得到上界魔族帮助，实力提升极快，天玄大陆恐要步上界后尘，沦为魔族之地了。生儿，你继承我们冷家血脉，更是天道认可之人，能否度过此劫，还要看你。我定当竭尽全力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想回东州一趟，去把我师父接来。怎么会这样？
怎么会这样？师兄，师兄，你醒醒！是天魔教，一定是天魔教！师尊，许姑娘，师尊，你们在哪儿？我都站着想起来看你们了。生儿，生儿，师尊，你怎么样？星辰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生儿，你走之后，苏某呀便带着天魔教大举进攻，我星辰宗坚守数日不敌，被攻破山门。师尊，你先别说了，我有天灵果，定可让你恢复如初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我神魂已经飘散，就算神药也无济于事。如今你速去中州，禀告天玄宗主，天魔教倾角而出，兵锋直指中州。还有聂毅被魔教圣女掳走了，你想想办法救他出来。师尊，我一定救出聂毅。师尊，喝不上你们的喜酒了。生儿，你要好好的。长生，我们当务之急要把这里的消息带回中州，集合一宗三族之力抵抗魔教，救出许姑娘。我一定要让魔族魔教加倍偿还。外公不好了，天魔教已经攻克四周之地，剑指中州，我们快！大家怎么都在？长生，四周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宗主当即发天玄令，我带萧家众人汇聚于此，只是至今还没有其他二族的消息。只是四周宗门实力并不弱，而生儿师尊陆晨更是渡劫后期强者，怎么会轻易被攻破？爹，莫非是天魔教魔尊现世了？若是如此，天玄大陆的处境更危险了。当务之急，我们还是应该召集大陆所有人族强者汇聚于此，共同抗敌。至于生儿，你天赋高，最有希望突破渡劫之上的境界。渡劫之上还有境界？渡劫之上便是仙人一举一动蕴含大道，可因为我们这里只是上界残缺一角，大道不全，至今都无法有人突破此等境界。而你得天道认可，最有希望。如今要好好闭关修炼，争取破境，如此我们才有十足的把握击溃魔教。林长生，定不辱使命。如今我修为已经突破渡劫7层，可以开启天地玄黄塔第8层。这是神级丹药破厄丹，服用者可破除天道桎梏枷锁，修为突破绝顶。那这么说，我服下此丹，有望正道成仙。为何我感觉只是半步跨入仙人境？仙人境非同小可，不是区区丹药可以成就的。天地玄黄塔第9层需要仙人修为才可以开启。大战将至，只是半步仙人，不知是否能够帮得上忙。魔尊，当年你被我击败，重伤逃亡，如今还敢卷土重来攻我天玄宗，不怕死吗？冷老头，你以为天魔教还是数十年前的天魔教？出来吧！魔尊，中州陈家一灭，这是其老祖人头。宋青云，宋家竟敢举族叛乱！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魔族魔教如今势大，必定一统天玄大陆。我们当然要提前找好后路。说得好，苏梦瑶，你灭我星辰宗1000余人，今日还敢现身，我定要你神魂俱灭！就怕你没有这个本事。
时，拿命来！萧家主，刘村实力强劲，你我共同对敌。好。天旋令下，妖魔不生，天道不灭，浩气长存。随我荡除魔祟，杀！苏梦瑶、宋青云，你们叛逃人族，投靠魔教，致使天玄大陆生灵涂炭。今日，我要为那些死去的人讨一个公道。就凭你，林长生，我们两个如今在魔族的帮助下，实力已经达到渡劫10层圆满，杀你如探囊取物。10层又如何？我杀你依旧和当初一样，只需要一招。如今我们2人对你一人，你毫无胜算，受死吧！我来助你。当初你们侥幸不死，今日我便再杀你们一次。林长生，你若敢杀我们，那就连他也一起杀了吧。聂姨，林长生，父亲死了，宗门没了，你不用管我，你一定要杀光魔教，为他们报仇！徐聂姨，能再见你一面，我已知足。你一定要帮星辰宗报仇。可惜了，本想用他要挟你加入魔教，没想到死了。你们找死！血渊池，今日随我诛魔！杀！别走！先去广场，放心，他们逃不了的。爹娘，怎么样了？爹！外公，魔尊，你居然突破了仙境！没错，多亏了上界的魔族大人，才使得我今生有望踏入仙境。而作为回报，我会将整个天玄大陆拱手送上。魔尊大人，通道已经激活，只需片刻便可开启。好啊，不好，不能让通道激活，否则魔族降临，天玄大陆再无翻身机会。拦住他！叶分是浪尺，死！是半步仙人境，你居然有如此天赋，留你不得！长生都败了，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天玄宗继承上界一波，流传一个秘法，只需用我等生命为引，刻住长生，突破仙人境，如此便还有挽救天玄大陆的希望。外公，我愿意。雪儿，也罢，不为自家血脉流传，为了人族延续，老夫也答应了。
以生命为引，渡人成仙，不好！不要！爹娘，小雪，不要！外公，你们快住手！夫君，你要好好活下去，我们只能来生再见了。不！可恶！百密一疏，居然让你突破了仙人，真应该一开始就杀了你！魔教，你们都该死！你同样是仙人境，你怎么会这么强？那个，饶我一命！我知道很多宝贝财富，我还知道通往上界的办法。死！竟然全部献祭陨落，就算救了这天下，又如何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天地玄黄塔第9层的物品，完整的3000大道，也是你复活亲人的唯一办法。你说什么？我爹娘、萧雪还有大家都有机会复活？没错，3000大道其中有生死之道，你只需要继承大道便能复活众人。不过你继承之后，必须前往上界为人族而战。上界还有人族？我的真实来历便是从上界而来，上界魔族占领天下，但人类并未放弃，组成反抗军在各处抵抗魔族。而我的使命便是在这天玄大陆中寻找合适之人，培养成仙，让其前往上界为人族战。你可愿意？我愿意。为何我师尊还有念一没有复活？他们灵魂早已被魔气吞噬，故而无法复原。夫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记得我已经死了。是我突破仙人，诛杀魔尊后，用生死大道将你们复活。是上界接引，不要紧张。爹娘、小雪，你们不要难过。我突破仙人，需前往上界，为人族延续抵御魔族。这些是神级功法和神级灵丹，都留给你们。你们只需勤加修炼，便有机会飞升成仙。到时候我们仙界再聚。真的？君，那你且在仙界等我，我定会前往仙界寻你。